大悲心，即最初以任意一个众生作为所缘境，唯一对他观修，然后逐渐扩大范围而修习，最后对一切众生普遍观修，否则心是散乱，则不可能如理如法修成，是吧？对。那么这个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换，有的时候呢就是只是观想一些人，或者观想一些众生，或者可以想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众生，或者这个世界上对你最亲的人，你这样去看，先从小的范围，从自己的范围去对他发心，发菩提心，然后呢扩大范围，就是要扩大到人类的整个的人类世界的人类众生，然后呢再扩大到人类世界里面所出现的所有的这个出生的众生，其他的动物，然后再扩展到整个的大海里面的所有的出生的这个出生道的所有的众生，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可以扩展到整个的这个恶鬼的众生、地狱的众生、天道跟阿修罗道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六道一切众生，三界众生也是六道一切众生，然后所谓的三界也好，都是一样的，就那个六道众生里面，包括在六道里面的所有的世界的众生。尤其是看到什么依靠于自己的牛、羊、马等，感受痛苦和艰辛后，应修大悲心，即对于我们自家门前的牛等旁生，感受缠鼻、阉割、拔毛、活活出血等犹如地狱般的多种痛苦。那这些方面对你们比较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你们就不太懂这些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没有看过，所以就但也还好。我们就可以这些的时候可以想起，就是所有的这些人类对所有的动物的这种造业的方式，使用这些动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一想的话就想的就是比这个书本里面讲的更可怕、更残忍的事情是多了去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拿来我们这是在使用，作为这个我们修那个悲无量心的时候，那么必须得用起来，要好好的修持。主人从未念及他们也有痛苦的感受，那如此一样，就是相当就是在很多人就是把这些活活的众生动物，就是烤在火里面、煮在水里面或者烧在油里面的时候，都是不会觉得它是会痛或者是会有感受的那种想法嘛。所以实际上来说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众生也好，所有的众生都是太愚痴了，所以就想不到他人的痛苦。若慎重考虑后，会了知这是没有修大悲心的过患所致。若善加观察，则会发现，如果现在发出自己的头发，也会喊哎呦呦，这样微不足道的痛苦不能忍受。人民什么？以角木用力拔掉泥牛身体上的所有的出毛，牛成了血晶斑斑的裸体。那是过去比较没有就是尖刀等这种工具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也是只是听说过的。过去但是当地的话，放牛的时候，牛的身上的毛是每年都会要取下来嘛，取下来的时候过去都是拔的，用拔的那就我们的时代就是没有看过拔那个毛的，都是用尖刀剪的。那用尖刀剪毛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但是呢，就是用拔毛的时候，那当然就不用讲，就非常痛苦，就用那个什么，那个木棍，先把那个毛揪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拔到的时候就会当然是非常痛苦嘛。那个是可能是保持过去他们的时代
因为巴智仁波切本身也是在他自己出生的地方、学习的地方都是在牧区嘛。后来呢，就是度化众生的地方很多，大多数也是牧区，但也是有很多农区都有整个藏地，但是大部分牧区，所以他就是讲到牧区的那些人的造业的部分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形容在牛跟羊跟马的这个方面也在这里面提到的就非常多。每一个魔宫都在流血，痛苦疼痛至极，一生呻吟，但主人却不想他有痛苦，反而觉得自己手上因此磨起的水泡痛苦难忍。人是这样，因为就是那当然自己的手也会比较痛嘛，要拔很多牛的毛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大的劳动，所以他觉得这个比较痛苦。但是没有真正的感受那个牛的痛苦。那因为这些也是人类的生活，就是我的之外，起码行走也是同样。因为骑着马嘛，过去的交通工具都是马，因自己臀部疼痛不能端直的坐在马鞍上，而需要侧身写作的时候，骑马者不曾想到那匹马有多痛苦，反而在他筋疲力尽、寸步难行之时，认为他性情恶劣，不肯继续前行，因而生起嗔恨心，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对他一刹那也不生怜爱之心。尤其是绵羊等被宰杀的时候，首先从羊群中抓住时，他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恐怖畏惧感。最初被抓的部位下淤血，然后他的身体翻倒在地上，用皮绳捆绑四肢，用细绳缠绕嘴巴，使他呼吸中断，感受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若死亡的时间稍微拖延，大多数罪孽深重的屠夫，则生气嗔恨心说：“这该死的畜生还不死！”便进行殴打。在他刚刚死去，立即剥掉他的皮，剥出内脏，接着抽取那一头活牛的血液。那头牛也体力不支，只能踉踉跄跄地行走。主人将死肉与活血混合起来，装入前面宰杀的那只羊的内脏里，然后勇敢地使用。过去的一些大的牧区里面好像都是以这样的生活。那么过去在藏地也一样，就是有这些游牧民族，就是大的那个怎么说呢，草原上的这些民族的那个怎么说呢，他们的生活也是杀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在大的牧区里面，都是有羊非常多的地方呢，都是很多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家庭，就是人多嘛，人口多的时候，都是每天必须得要宰杀一只羊的，这样的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就他们的生活，因为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嘛，生活方面只是靠那个牛羊这样的情况下，那也是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杀业的这种业力。所以就是在青海地区的那些过去那些人，都是曾经他们自己都说，我们这个区域的人都是在造业的一个，相当就是在这个袋子一样，一个人就是一个业障的一个装满业障的一个福袋一样，他们都会有这种的说法。但是整个的西藏来说的话，都是有佛法的地方，但是呢，就是也是生活的原因呢，就是也有这些造业的地方。但是这个佛法就是西藏也是有一些比较兴盛的地方，跟也有一些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总的来说的话，也是很可怜。然后嘎尔到哪里去了？这种人。这种人，
真成了恶业罗刹。这是那种经常那个杀生的。那么藏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那种习俗嘛，实际上来说的，但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就是一个家庭想要宰杀一只牛的时候呢，就是不会自己去杀那个牛，必须得要请那个屠夫。那么一个区域可能会1、2个、3个的屠夫，那个是都市。那这是每个人的因缘跟那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嘛，所以也有一些那样的那个屠夫。实际上屠夫来说的，就整个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地位也是很低的，就是所谓的地位低，就是大家都是觉得都不会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常人来看，都是会非常的怎么说呢，那个低劣的那种，但是也是有干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呢，就是藏地过去就是要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区域也一样的有杀1只牛、1只羊，只能这样的，那也过去可能是拿到的钱也好像并不是很多，但也是有干这个行业的，就是每年就是一次到了那个杀牛的期间的时候，他们都去到处地方去，谁都会接他去，然后就那一个晚上呢住在他们的家里面，第2天早上就帮他们杀完牛，然后又另一家人来接他，然后这样去循着跑的。那到现在也一样，就是刚好我听到前段时间就是离我们很不远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牧区嘛，那里有一个牧区里面呢，就是刚好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汉人。然后现在来说的，就是大多数那些地方就是杀那个牛啊、羊那些都是汉人，有汉人来到那边做生意的或者是打工的那些都会去杀牛啊、杀羊啊这些。那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那些屠夫真的也拿到的钱也并不多。实际上主人也是一种想法而已，在因果面前来说的，就是因为你要杀的牛让人家杀的话，那你不需要背业的，这个是不可能嘛。都一样的北业，但是呢，就是自己心里就是有点那个，就自己去杀的话，可能是过意不去嘛。而且是在整个的社会里面来说的也是，那么在任何一个家人里面，像比如说一个人家里出生一个儿子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儿子一定要出家，至少不能变成一个杀牛的人。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如果是他没有出家的情况下，也是父亲都是嘱咐他说，你至少这一生当中，那么就不能变成一个杀牛的，那相当就是生活很低劣的，很那种人中就是非常那种没有用的这种人，就是以这种的想法跟说法，长期就是已经习惯这样。那因为这种的习惯也是因为是什么？就是有佛法的恩德，就是所以至少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对杀生是不可以的、不好的、就不能做的这种想法是有的。自尊作累